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吞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迪卡囤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斗阵来看成。迪卡囤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罐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帽徛来底，古早味的锁匙徛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丰神四季气。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11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2022年的正月初7，迪卡健身投入大尾款，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子茶啊、盐水、迪卡，这3档甲咱这面线兄弟做伙伫尾款，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响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吞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迪卡囤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斗阵来看成。迪卡囤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罐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帽徛来底，古早味的锁匙徛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丰神四季气。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11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2022年的正月初7，迪卡健身投入大尾款，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子茶啊、盐水、迪卡，这3档甲咱这面线兄弟做伙伫尾款，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响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吞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迪卡囤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斗阵来看成。迪卡囤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罐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帽徛来底，古早味的锁匙徛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丰神四季气。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11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2022年的正月初7，迪卡健身投入大尾款，
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子茶啊、盐水、猪骹，这三档甲咱这面线兄弟做伙伫味款，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显目的成绩。2025年，猪骹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猪骹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猪骹吞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猪骹吞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斗阵来看成。猪骹吞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全市，手里干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无客来地，古早味的锁匙壳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丰神四季去。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11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2022年的正月初7，猪骹健身投入大胃宽，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子茶啊、盐水、猪骹，这三档甲咱这面线兄弟做伙伫味宽，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显目的成绩。2025年。猪骹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猪骹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猪骹吞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猪骹吞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斗阵来看成。猪骹吞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全市，手里干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无客来地，古早味的锁匙壳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丰神四季去。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11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2022年的正月初7，猪骹健身投入大胃宽，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子茶啊、盐水、猪骹，这三档甲咱这面线兄弟做伙伫味宽，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显目的成绩。2025年。猪骹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猪骹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猪骹吞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猪骹吞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斗阵来看成。猪骹吞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全市，手里干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无客来地，古早味的锁匙壳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丰神四季去。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11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
我精明干练呢。2022年的正月初七，迪卡健身投入大尾款，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子茶啊、盐水、迪卡，这三档甲咱这面线兄弟做伙伫尾款，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显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吞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迪卡吞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斗阵来看成。迪卡吞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灌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帽徛来底，古早味的锁匙徛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丰神四界去。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11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哦，我的心，你的心，已没有交集。我看着你，然后呢？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说什么啊？说什么你当初啊？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明你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用身体留着你。But It's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and autumn 这样的痛你懂啊，这样的痛你懂不懂？啊！我听了一个早上的挚爱啊！我今天。我想一下，应该算是正式练第2次吧。大家午安，我们今天依旧要吹 Loki 的金咪奖的指定曲。午安，来！我发现我们那个紫色皇冠出现了，毫无疑问的，Tava 果然是第一人，Tava 果然是第1名，第2名是啥人？第2名啊，第2名是8月1号先生呢，你看人家专情哦，袂歹呢，8月1号先生，恭喜第2名刷落来，沈宇先生。你的250让你变成了第3名啊！恭喜安呢，你的文化传承250瞬间让你变成本频道第3专情的人士吗？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判定的啦。对，总之谢谢大家，今天又群聚到朱迪卡频道，今晚我的 BGM 吹落去，原来这个 BGM 呢，要倒一个 BGM 呢，小等一个呢，我吹一个呢。这个 BGM 呢，我看这个呢，这个 BGM 呢，今麦这个场景吼，真正就是要台湾家己地啊吹落去的呢。果然还是这上对味啦，果然还是这个最对味啦。等一下哦。不过这个 BGM 吹落去，你们等一下又觉得我要在卖药了，你们等一下一定要觉得我要卖药了，对不对？
好啦，先不管，我先跟大家一一打招呼来。首先是他娃娃伊拉塞，8月1号先生伊拉塞，晴天先生伊拉塞 ，Saber 伊拉塞啊，罗伯特桑他也上工了，然后怀特比哥伊拉塞，咕咚，好可爱的名字，咕咚。聞い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建勋伊拉塞，午安，大家好吼。记得要吃饭啊吼。大人说神教伊拉塞，开关先生来了，关哥哥最近应该也很忙哈。然后这位是能睡就不行吗？讲得真好，我也好想大睡特睡，我也好想大睡特睡哦。然后蛮熊大弟伊拉塞，陈慧琳吗？那并就陈慧琳呢？然后薄荷怎么样？怎么样？雷恩伊拉塞，然后看留言频率跟 SC 加成是不是？好，要是待会有人就是抖个 SC 什么的，马上就是追上去了，是这样齁。他这个话说，说话就会加上去，是这样。也就是说，现在他判定说，我们本频道我们他娃话最多是这样子吗？小天伊拉塞，然后枫糖伊拉塞，然后这位是库雷嘎，雷铁道先生伊拉塞。今天有什么药推荐吗？我推来推去，我目前的图片就只有金汉糖万年软膏哦，但是它没有业配播出哦，它没有赞助播出哦，就不知不觉变成第2了。记得置顶哦，募资链接。好 ，OK， 没有问题。小天谢谢提醒，我等下会置顶一下。然后烧焦的布丁你好，初见安，欢迎大家到迪开冰的。虽然讲我这部冰的看起来像卖药啊，吼，那喝餐球蛋的得咧，随得咧卖药啊，要吹落去咯。不过呢，这金汉糖万年软膏没有赞助播出，他没有赞助我过哈。今仔日不是要卖药啊，今仔日我要另外歌曲，在金威奖的指定曲歌曲，爱来练一个哈，无要卖药啊哈。但他判定标准很奇怪，我也这么觉得抖的很多不一定是第1名吗？所以说我今天这个机制刚启动，所以它是以今天 right now 先算就对了。就是那个，我是把那个功能关了是吗？薄荷，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也就是说你们自己观众自己可以就是决定说我这个功能要不要开起来给主播看这样子嘛？猪猪自名8月1号，对，8月1号先生，我不管，他不是8号，他就是1号先生，我不管。然后Deco， お久しぶり ，Deco さん，好久不见了 ，Deco 先生，不，好了 ，Deco 哥哥，你最近还好吗？暑假了，Deco 要高中了吗？还是说目前是国3？我想想，我努力唤起我的记忆。好，总之 Deco 谢谢你过来。然后沈月午安，大家午安，大家午安，大家好哦，不是初见的吼 ，Saber。什么话最多？就在公司的时候，你不是？好啦，他可能有吸取到你的专情度，好不好？他哇，听说 YT 要取消发烧这个排行榜替换方案是吗？好，是不是有calling 点那里？这不是これが猪儿子讲那一个没声音才会第1名。那我们看我们猪儿子待会没声音一段时间是否真的有如他所说的就是第1名冲上去齁？这功能好像让主播跟观众可以自由开不过没关的话还是会看到啦。没关的话还是会看到。那如果说今天他娃说好我才不屑这个第1名，然后他关掉了，那第1名会换成别人吗？会这样子吗？也就是说好这个第1名不要了，我说我不要这个第1名了，我不屑，好 OK， 他丢掉，他关掉之后呢，那这个第1名会变到其他人手上吗？是这样子吗？有时候多话不一定得名嘛。补习来真像超妈妈高2阶，天哪，高2了 ，My God， 这个孩子已经高2了，天哪，把人的囝怎样生较紧呢？这孩子已经高2了，我的天哪！遥想他当时在我们普雷万聊天的那个黑的时阵，他不过是才国中3年级是吗？天哪，今晚已经高2要接社长了，我的天哪！时光流逝，老娘今年也5004岁了。不是，我现在不是感叹的时候，好像是看发言 SC 看台来接赛，然后呢
每场直播重置啦。哦，谢谢雷铁道先生帮我们分析，现在明白开开的立场了吗？开关先生有什么立场吗？不过就是我说是开关就是开关，亮他也不能永远说自己是开开先生，他就是开关，他就是开关先生啊！宇宙大小孩们，伊拉塞，然后我有我看到奶油神宇先生英文不好，要打御宅役吗？我们社团有教，那个是什么东西哦？扮演社哎，好酷哦！太好了，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最棒了。他看着你长大，我们真的这边真的有读者，我是看着迪卡姐姐长大的，迪卡姐姐我好喜欢你这样子，看着我长大，天哪！然后你好，让我看看吗？哦，让我看看先生啊，感谢您的莅临，你好，欢迎来到迪卡宾的，让我看看，不晓得为什么让我想起了，就是对，让我想起了那位迷音杰哥之类的，相信应该就是从那里来的吧。对，各位小朋友啊，对，欢迎来到猪猪频道。从小看迪卡长大吗？没有关系，本频道基本上是合家观赏的。对，毕竟猪猪主持这个广播电台，不是我没有主持广播电台，我马不没有啊。毕竟猪猪主持这个频道已经毕竟3年多的时间了，3年小朋友也要从出生变成了小班了吧？是，没有错，是长大没错啊，就 UK 耶，没有错，很幼稚。然后看着我长大，可以啦，没有问题啦，我再继续经营下去吼。孩子都生了，不是吗？我们 Saber 孩子不是生的吗？我们现在这个 Saber 大了，孩子不是就生了吗？老婆都娶了，孩子都生了。我跟你讲，我再继续经营下去，我们 Saber 下次就说他金孙出喜了，好不好？我再继续经营下去，我经营到 Saber 说哪一天这阿公、这塞公。家孙满懂，不是我今天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要走这个风格。对，我今天真的只是练歌，我去哪里没被北游啊？嘿，马被咖喱咖，马没被咖喱咖代记不？哦，此时此刻，感谢我们猪儿子献出了他的300块 Super Chat。好，他的没声音会让他晋升我们的专情度第1名吗？不，我也不晓得那到底是不是专情度。总之，他会出现皇冠吗？那来跨买嘞。这是感谢猪儿子没声音。原来我们猪儿子说所谓的没声音，就是用他的 Super Chat， 好，就是用黑橘色的 Super Chat 冲上去，看是否好有这个机会获得这个皇冠这样子啊。去补习了吗？这个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デコちゃん。とりあえずお久しぶり。聞い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また会おうね。我们再见喽，拜拜。然后。B 社团御宅役都是隔壁火舞的。等一下，我的天哪，我天哪，小朋友什么御宅役，我现在完全的不太懂了。猪猪姐姐不懂了，完蛋了。不过看的不是直播，是广播电台，还没事。你看，来 Saber 一个被谁干？我跟你讲，我再继续经营下去，一直要的家孙满懂，不止 Saber 家孙满懂，你们的与会的各位男士们、熟男们，我再继续经营下去，你们每个都要家孙满懂，哪里刚才？有孙子孙女来看哦，我当时候我爷爷很喜欢看你的节目，猪猪姐姐，我爷爷很喜欢看你的节目，我就等着你们跟我讲这句话。哦，金孙看迪卡金箔，什么金箔？你才金箔，你全家都金箔，叫姐姐，叫姐啊，在吗？哦，我气死！枫糖，你小心，你小心你的枫糖都不枫糖了，你小心一点。算了，我不想开车。没事，好当我没讲。那个 Saber 做阿公，隔壁棚演员表示：“干嘛你不要理我？我没有不理你。但演员长大了，找到他的志向了，不是吗？他都想卖鸡排了，翅膀硬了，是不是？那哪天有经费或者那个拉射电波，要做阿公可能等很久吗？好啦。”基本上 Judica 也是希望可以稳扎稳打的继续在这条路上陪伴大家，直到你们真的做阿公，好吗？快乐鸟日子，我之前唱到已经会背了，你们知道吗？拿到地道，把塞嘎做波比老公公波比哦，脱掉皇冠吗？神宇先生的皇冠不见了，也就是说没声音真的可以篡位耶！我们只要用 Super Chat， 那吹了 key， 吹了 key， 我们就马上获得一组皇冠嘛！来，桌子，你再出声一下，来，桌子，来，桌子，
做这你把是要吃饭去啊？有听到无？林布还在叫你桌子，然后那个肥皂和茶壶的台语哦，沙本跟地沟啊，我他都有讲吗？爷爷很喜欢看，我就等着你们说，我爷爷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就连汤娃娃的皇冠也消失了，哎，怎样？是怎样？猪儿子的这个 Super Jato 一下去，马上他这个演算又啪嚓啪嚓的重新演算就对了。到时候变成喊那种带出去玩，告诉我友好不？我带出去玩，这个基本上也是一个文化传承啊，要不然我们 V-Stage 演唱会的罐头塔是怎么来的呢？我都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台湾的文化传承，不是吗？迪卡之声有机会成型，我跟你讲，那迪卡之声应该是有机会，吼！我若是真正吹落去，我今嘛这个场景就缺什么？我若是伫咧。我那是在边啊，现在还空八空空，真正是迪卡之声的成型啊啦！我有在想，那这边空八空空真的是可以吹落去，好不？我之后会想一些计划，让空八空空直接加在我可能旁边电风扇下面，让空八空空，然后到时候我再看说谁要扣印。好喜欢跟你们玩这个本土梗哦！天哪，我其实真的有在想啦，空吧空空，然后要请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call in的话，怕说场面有点混乱，因为毕竟我们的频道比较没有就是那种可能什么call in的什么待机室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可能之后我思考一下要怎么玩。而且因为我的频道都是中下午台嘛，那中下午台大家如果要call in的话，一定就是担心耽误到大家的工作时间。我甚至其实很想要有没有这个机会跟你们家的长辈聊聊天，就他们扣一寄来，我的公嘿你得位，然后可能你们家阿公阿嬷或者是金伯啊、舅公啊的公啊，我是安娜，就真的跟那个以前那个后面那个台数的那些就是卖药台那种阿里得位哈，阿里你要提贵州，好想要跟你们玩这个，你们提贵州都出来了，哦，好好玩哦，我有在想这个。对，可是因为就是变成说，因为毕竟虽然说本频道基本上现在的数据来看，我们是可以实现的，因为真的是有阿伯、阿姆、阿公、金伯、舅公，他们在收看猪猪的节目，因为在数据上面是看得出来的。对啊，不过就是我在想说，到底要怎么玩？因为毕竟阿伯、阿姆的不知道下面是 VTuber 这个状况。就是他们，我想说要怎么跟他们聊，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只要有人可以跟我对话，就玩得起来，好好玩哦。会不会跟我追不到聊天室？等一下，我追不到聊天室啊！我追不到，我刚刚就想要关掉测试看会不会直接退位吗？Tawa 不屑第一名，他直接先退位 newly 啦，从出生到结束吗？这月行程啊，欧雷先生伊拉塞，妹夫伊拉塞，妹夫我有看昨天你推荐的那个，妈呀，这超好笑的那个红蚂蚁生态园区，我真的觉得天哪，好划算。但是我觉得我其实昨天才在想说，天哪，500块太佛心了吧，包吃包玩一整天然后我昨天看了一下它的价钱，好像有涨价了到700块，但总觉得700块也合理，因为一整天你在那边白吃白喝700块，然后又可以带长辈过去散心，然后又有团康主持活动，真的好强，好想去看看，我的天哪！有种节目叫做迪卡土新闻吗？我知道，真的是阿奇先生，我好想过去拜访他，我的天哪！对，一人5到10分钟，你都为啊那提贵州，1乘以来3。可以啦，我是觉得就是长辈们都可以多多推荐他们来看猪猪的频道。我真的很想，真的是最后就是在7、8月来玩一下那个空吧空空。然后我是觉得，因为担心场面有点混乱，所以可能由我自己这边 call out 出去看说谁接，然后谁有办法接起来跟我尬台语，就是尬聊台语的，就我们就聊下去。但是没有办法尬聊台语的话，没关系，我们可以切换成中文。但是我一开始一定要很故意问说，来你德伟。要不要提贵州？好好玩哦！好想跟你们玩这个哦。小天说呢，什么呢？你不贵州啊？啥州？提啥州的喝哈？喝，就是那种
真的卖药台是说我们这不是很像后面那个台的观众一样喜欢？对啦，最喜欢了拉迪赛，700块也是还算划算，而且我看里面它不是只有简简单单的一些小吃哦，小菜而已，它是有烤全猪跟炸鸡腿，让你狂吃猛吃，然后免钱的那种烤全猪、炸鸡腿之外，还有爱玉仙草，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那种有点buffet式的，可以让你自己夹自己捞。700块，我说哇靠，难怪就是很多阿伯阿姆真的是因为退休了，真的需要这个空间。我真的觉得阿青阿伯、阿青叔叔真的是太厉害了，我天哪！刚刚说他们都是用云林的农产品嘛，真的是太棒了。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产业链就起来了，你知道吗？好棒哦！我觉得我下次也要去拜访一下我们的红蚂蚁生态园区。对，可是因为毕竟我的身份如果是 VTuber， 其实我是很想联络阿奇先生，就是说我目前在做这个，想跟他做个访谈。可是我直接过去的话，因为我觉得长辈他们一定会觉得说VTuber 嘛是人可能就是又会哄上工现在囤足基地咧，咱的园区嘿伫家在介绍咱个园区什么之类的这样我们的别康对啊，所以我在思考说要怎么好好的就是过去可以录一下，然后做个记录这样子。嘿嘿，宜兰李先生要不要推贵州？好好玩超好玩的。其实因为我想一下像这种推贵州，我觉得如果说刚好我现在有在贩卖那个小小的周边的话可以跟大家玩，但是因为像募资的部分我们基本上可能都是一组一组大的嘛，对，要不然就是说我们可能募资到后面，然后我可能用感谢的形式，就是说很像今天就接起了这个电话，刚好你有参加募资的话，我说你已经提迄什么75一套组一周你现在哥刚有要提几周什么之类的，故意就是延伸这些话题好好玩哦，有在想这些东西啦，我在想一下怎么跟他玩起来，会有冲塔，对，可是我觉得其实我自己是本身，我现在渐渐觉得说，有时候冲塔其实并不可怕，但是说如果说有更多的发展性或者是合作性的话，我本身是不 care 的，因为我是觉得你要商谈，或者说你要谈一些接洽，或者是活动，或者是一些内容讨论的话，有时候你见个面直接谈其实是会比较快，比较了解。卡卡午安，肉包叫我卡卡原来我有艺名叫做卡卡，好可爱哦！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叫我卡卡，好可爱哦。对，好，总之我满脑子都在想这些事情，觉得好好笑好想跟大家玩这个。好啦，哥今天的先两瓜的喝我们先练歌曲。然后昨天也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在讨论我们的富田姐妹的同时，那你阿吹吹了去我们的阿吹吹下去了嘎机套组解锁12万的套组，我们金价就刚温刚下来，金价刚下再刚下，那阿吹吹了去了12万套组嘎机得亚套组，应该是嘎机套组啦，对，谢谢感谢阿吹，但是阿吹真的也是惜字如金，可能真的是太忙了。感谢金价嘎机的套组提一周，提一周的有所以可能下次那个 call out 给阿吹提几周提一周提几周嘎机套组的有12班的嘎机套组，这样我玩到我够贵金价就贵真大佬，对，我今天要练歌啦，我今天练歌啦，虽然说这个氛围很像卖药，然后我就只差旁边空8空3，我想一下530空8空530530，下次就这样子玩，空8空530，刚下故意，那这边来 call out 去好啦，脑子都在想这些东西，希望之后真的有的跟大家玩，好不好？一定有的跟大家玩，但是我思考要怎么玩。好，而且像这种
后面台数的这种电台有没有？刚好就是在下午时段，不是吗？刚好就是在下午时段，不是吗？这个一定要玩起来，这是7、8月一定要玩起来。对，平常不是这种氛围吗？所以肉包先生已经擅自的认定本频道就是这种氛围。我跟你讲，肉包先生本频道对，很像，基本上就是这种氛围。对，我就只差还没真的卖药嘛。没撒口，没撒口，没有啦，没有。好了，我要喝水了。我的气化产生机吗？我其实脑子里面一堆气话想玩，好不好？我就时间就卡在那边。来2天都是这样子吗？来，我今天一定要让你各位翻转本频道。不对，今天没办法翻转，今天大概也是一个卖药台的氛围。今天大概也是一个卖药台的氛围。拜拜，提贵州，阿里德维。然后，Leo 伊拉下来31个月吗？你看安安，永远的永远的清水面线，谢谢你永远保持你的清流，太感谢了。怎么我会吃兔兔？怎么我没有吃兔兔？8月1号先生，不要造谣。猪小丸可能比我们还疯吗？嘿，对。不是啊，就是我自己脑袋里面在那边闪那些东西，可是因为卡到像是大家的那个工作时间啊，然后你说真的要 call out 吼阿贝啊，他们又不会用 DC 啊，要用 DC 的话啊，一定也要得就是年轻人在他们旁边协助，我才有办法跟他们聊天，说来你的位，来特贵州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好，今天练唱会翻车，对，依旧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卖药台的氛围，没有关系。OK 的，我们来日方长，可以让大家慢慢见识我的精明干练。大家一定某一天、某一月、某时、某秒会见识到我的精明干练的。我们不急不徐，出去来汤包哥，我call out出去，然后我跟你讲说阿迪德维，什么吃懂了？我没有雅珍，全部都在造谣。有时候我在想说，我就直接call out出去让你们困扰不就好了吗？这个不叫等位，这个鳌拜麦卡，就那种感觉有没有？就故意在你们上班时间硬要call out给你们来，你德维，你们铁贵走，好想这样子打扰你们了，我可以这样打扰你们吗？我没有吃多多了，已经见识到了吗？有啊，我的精明概念不是一直都在吗？一定相信迪卡吗？谢谢雷欧，等一下我把我的面补拿过来一点。你等我一下哦。好，到我解了哦。汉哥伊拉塞，我们现在思考要怎么就是完成，就是真的是卖药台的完整版，我们就只差跟观众1对1的互动了，而且观众的 call out 那个声音都要有点尴尬，因为那个卖药台那每次接起来的公阿迪德维，然后那个可能 call out 过去的长辈声音都会很尴尬，这样子就不知道在尴尬什么，但他们的确是在聊天。我就是要这种氛围，你们知道吗？对，然后我就故意要 call out 过去给你们，然后让你们尴尬，然后发出那种尴尬的声音。这太棒了，这个就是完美的卖药台，你知道吗？就是要尴尬。先抛下追人嘛，欧雷先生很坚持的说你是没有啊，因为汤包哥真的就是太神秘了嘛，你是唯一一个。我这个频道的高阶会员开满了3年多了，唯一一个不知道各自的，他真的是太神秘了，对不对？回归正题，数到10吗？对，好，我们今天还有数的，对，不好意思，说那个莫斯瓦跟奶，我们今天真的没有卖药，我们今天真的是吉米长指定曲练唱会，真的好不好？我们大家真的会练唱一下，那个蓬面妈祖什么啦？但是那个不敢当，就是这朱迪卡，顶多你说天蓬元帅还 OK， 但是不敢当，不是妈祖啦，妈祖姐姐实在太崇高了，不敢当。然后那说真的有那个画面，把之前那个料理给长辈看，搞不好就好，然后说，你讲不是在卖迪卡，我被杀猪，无垃圾啊，那沙洲就贵呢。
讲3000里一组，安尼3组安尼要偌济？3000里一组啊，3组是9哦，爱9600嘞钱啊！安尼敢会用钱？姐啊，迄退休金领啊就济啊！好想跟那个姐啊聊这种话题哦！我的天哪！我自己已经自顾自的想好那些剧本了，好想玩哦！对，是哀给我看，对，就像这个不合就很哀，对，就很哀嘛，然后接起来就要很尴尬，很哀，这样有没有？对，就是这样子，没错。就是很想要聊些什么，但是又不好意思，这样，这个就是长辈的哀，你们知道吗？对。小喵喵伊大赛没有，姐姐刚开台呢，然后也谢谢小喵喵昨天有留下那个，就是他自己关于我们昨天在聊到壮世代长辈们的一些话题，然后他的反馈，因为小喵喵跟他阿嬷的连结的一些回忆，就是可能有被炸出来啦，所以他有分享一些私讯给我这样子，对，迪卡真的很想没有啦，我其实不太敢接药品工商，因为有那个。这个真的接下去的话，其实还蛮麻烦的，所以我顶多会跟大家玩这个梗。阿贝铁贵州的那些东西可能不会是药，要不然我是觉得可能会触犯一些法律的问题。对，我这边其实也我觉得不太 OK， 但是我会想要玩这个梗。对，确定选好曲子了吗？宝贝，我跟你讲，大概是8月底才会确定，因为现在有很多细节，我可能还要再一直唱，才知道要哪一首。对，没有呢。马卡没有，汉格老师你冷静，没有，真的我没有卖，没有，真的不是没有，真的没有，对，因为药的部分，我觉得我可能还尽量避免，但是我会想要玩一下这个内梗的东西，对，真卖药，全部都唱过，对，跟上次一样没有错，吃了会变精明干练，但是不行，就是我连这个疗效的东西我都不能乱宣传，要不然会触犯那个什么法，对我忘记了，之前观众有讲那个什么法。忘记了，对，怎么确定词穷不是你词穷吗？雅晨就你这句话，我下次第一个call out给你，而且我会跟你讲说，来，你得位，雅晨哦，你会贵州，嘿，你要回答我哦，或者是你们还没有就是把那个台语的那个第2批专辑的专案吹了去，我会问说你要贵州，你要得几个专案？是安怎要这个专案？好听哦，好的，就是你知道长辈的反馈，他们通常都是。就很简短就好听就好听想要听看卖呀我光是想到那个氛围我就好嗨哦！阿公阿嬷，我要酒蒙迄个巧克力就会低卡哦，无啦，姐啊，你听我讲，这巧克力就低卡吼，足贵呢，是偌贵，一个3000里，你真正要酒蒙？3岁你真正要酒蒙哦？什么？你讲钱要汇倒位？无，姐啊，你先等下姐啊。你先别冲崩姐啊！好想跟那个长辈玩这些梗哦。观众那种，对，还有点歌，你们知道吗？这个点歌的部分，我跟你们说，天哪，欧雷先生你也好懂哦。这个点歌的部分，我想跟那个健身教练瞧一下，就是我们7月28号，我希望至少留个3首歌在现场，然后真的让就是那个我们壮世代的阿伯阿姆直接就是用教练的手机跟我对话，然后我就会真的会用这个梗说：“嘿，你得位，嘿，你好，姐啊，你好，你得位。”然后呢，姐啊，好，你要点什么歌？好想玩哦！我再跟教练玩看看，我再跟教练提看看这样子。对，麦兄大帝要试罚没有错。对，广告对是罚很重的，所以我尽量避免，但是我会玩这个梗这样。Hello， 安安，这种有疗效的会抓没有错，所以我们还是。安安全全的把自己的频道经营好就好，玩内梗就好。真的有疗效就是真的是麻烦，就连精明干练4个字都不能讲出去。现在操盘这种类广告，那种算广告的，对，而且累罚不是对，像很多那种，没错，对，电台真的很会推，现在快速赚钱都在法律里，所以其实基本上啦，真的要懂法律，你才知道怎么赚钱。好好玩了，对。就是我其实现在满脑子都是就是要怎么玩壮世代的这些梗，对，因为我觉得壮世代给我的灵感真的是太多了好，我们再看这个7、8月怎么去实现它哈。笨，我好想跟壮世代的阿伯阿姆call in哦，然后就跟他们讲说，嘿，你得位，嘿，台中的5世性的台中的5世性hiệu，好，你要几组？我提5组。刚下列机器哈，来刷落来，好想玩哦！
但是什么都是风可以讲，我精明干练，而且因为我的台语真正嘛是不下电灯嘛，然后就是可能阿伯阿姆可能会听不太懂我讲什么，对我就是要这样子，好好玩哦。那我的客户他们都是退休年龄了，可是他们那边都看这种频道吗？哦，真的假的？我跟先生原来是这样子，哎，很棒哎！我其实觉得跟壮世代接触久了，真的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商机跟活动，其实是可以跟他们算是做一个连结的，很有趣哦。也谢谢白白今天也莅临啾啾频道，我今天真的要练歌啦！我真的要练歌，我只是在想说我要怎么，就是怎么就是这2个月好多那个关于壮世代的企划想要进行。37岁算壮世代吗？不算，太年轻了。out 出局 out。太过少年呐！若すぎるわかる坊やだよ。37歳だっけ？それは坊やだよ。みんな坊やわかる？台中中原普渡的普渡先生，人家丢完波斗谁心里很认？等一下，这不是我们那个普渡歌回也差不多蓄势待发了。趴趴熊走财你好，来，你倒位趴趴熊哦，你要几组趴趴熊？趴趴熊来啦！那这位特别转介还有募资平台底下，你要得几组？马上施加压力有吧？感谢趴趴熊加入35个月影视组总裁，但是他那个影视组呢35个月被写好小那个是假的，他们都用绿界加入本频道的会员总裁，好不好？他们已经是时空旅人等级的了，好不好？砰砰猪精明概念，我谢谢你哦，你他妈是算技巧啦，是选举。包装很药品的手工饼干应该对，其实我之前也有想说，就是我可能某个产品，但是包装很像药品，这个也是可以玩。类类病发作可以，大家开的话，能不能去阿嬷听吗？说到这个，如果刚好你们身边就是在下午的时候，可是不见得每个人在那天的下午都有办法长辈在旁边。如果就是我们真的是玩一个可能好，我们真的确定某天某月下午我们要来玩一个 call out 咯，嘿，然后我真的会跟你们长辈问说，来你德维阿里维铁贵州的这个梗，对，他这个时候就看说就是下午刚好旁边有长辈的话，就算是就是可以把电话拿过去，对，或者是可能我的父亲节什么之类的吧，也想玩这类的东西。虽然说父亲节以往都是那个我们唱台语歌，可能请你们的可能爸爸、阿公、舅公，或者是阿太什么之类的都可以过来听。对，但是我想说，今年就是除了唱歌之外，是不是也要玩一些这种call out，就是可能随机选几位，然后算是我用 VTuber 的身份祝福他父亲节快乐之类的吧，之类的。你小时候有听广播电台有很多那种感情求助吗？点歌平台有很多啊，有非常的多。其实这部分也会变成一种，有一些就是会刻意去利用别人的感情，然后去诈骗，很多这一类的。因为其实壮世代的阿伯阿姆啊，或者是阿公阿妈，他们其实还蛮寂寞的，所以他们对于这种觉得说，被爱被需要是很容易被欺骗的，对，所以才说就是可能要多多关心长辈啦，对。阿仁伊拉塞肯定要先来个始祖，他话要十周，还有要十周，没得几嘞，好250十周，嘿，不错啦，250始祖是吗？也是有2500块的赞助啦，那嘛是没败啦，吼。在医院吗？在医院的话，可能也不太方便。哥林看迪卡直播呢，妈妈那种被汉格老师的妈妈厉害，我是迪卡囤足机吼。啊，不过我今仔日无被北医好，我今仔日被练歌啦吼。好啦，我觉得再聊下去，我们真的对又不用练歌了。好，我自己阻断我自己。来。我觉得啊，这个纳卡西的 BGM 真的有魔力，你们知道吗？这个纳卡西的 BGM 必须先禁掉，必须要先拿掉，不然我们的那个卖药台的氛围实在是太浓厚了。我觉得我像是练歌，可能换个场景好了。我们像是练歌换一个比较就是练歌场景好了，不然这个场景不知不觉都很想就是直接跟你们尬聊卖药这样。真去退。觉得需要买刨冰来加吗？其实它是抹茶，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抹茶口味的，只是多一些香菜味的感觉这样。阿嬷已经严重失智了，
所以倒不会乱买药，除了那个中药行要那买之外啊，是的，说到这个，其实基本上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会变成说，其实我是觉得昨天看了阿奇先生在讲的东西，我倒觉得其实挺有趣的啦。因为阿伯、阿嬷、阿公、阿妈他们会去买药，是因为真的会变成一个时代上的一个隔阂跟鸿沟吧。因为他们会觉得年轻人买的东西他们不信，可是年轻人会觉得阿公阿嬷买的东西是骗人的。所以就是其实基本上我觉得那都是一个彼此关心啦，担心就是彼此受骗。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有得聊的，之后可以就是在可能开类似企划的时候可以再深入聊聊这些东西。拉低赛快50分钟，可是我真的有要练歌，我现在真的要练歌了，好不好？我真的练歌，对，我这个 BGM 一下真的很可怕，对，我这个 BGM 一下感觉我的那个脑袋心爆，很多东西都跑出来了，不行，我先把这个 BGM 禁掉。好啦，我现在练歌，真的。好，我们先来，现在这首，来，这首。哦耶！我们先从挚爱开始哈。好可怕的 BGM 哦！这样一聊，那50分钟真的过去了。歌查，没有，我今天真的要练歌啦。好，总之呢，再次感谢。咱昨黑阿吹真正摕一组鸟，一组啥货？12班的迄叫啥？家鸡什么套组？好，一组就12班咯，真正吹落去咯。好，咱感谢咱个阿吹的支持哦。家鸡第2批套组，嘿，一组12班，真正吹落去啊！刚温再刚温，好，而且我们惜字如金的吹哥，嘿，真的是太忙了，你知道吗？大老板真的就丢下去，就留了3个字 PON， 就这样留了3个字给我，留了3个字，然后就这样走了。对，砸了12万下来，留了3个字，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咱刚下咱吹哥，咱阿吹12班，好，趴下吹蕊。不对，我的 BGM 已经禁掉啊，为什么还在卖药？我的 BGM 已经消失了，我还在卖药。好，喝口水冷静。啊，嘿，阿吹今天吹落去啊，但是他这个12万的代价，对，留下了3个字，砰。惜字如金，吹哥。好，谢谢。总之，谢谢阿吹的支持，也谢谢就是目前已经参与本次专案，然后留下这些暖心话语的大家，谢谢你们。我们募资持续进行中。我们募资持续进行中。啊，你别提几周，好好玩哦，有押韵呢，好好玩哦。之后就是有人那个赞助我们的这个专案的时候，我都要玩这个梗。好，你要提几周？啊，提的几周？啊，1周哦，好哦。好啦，我尽量快点回来，我的氛围不见了。我们用《挚爱》这首歌把我拉回来好吗？应该拉得回来，应该。这个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居然被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好啦，对啦，没错啦。开了这个频道，居然连最后的那个卖药台都要出现了。这个就是李白老师真的是 GJ 啊！你看这个场景开发出来，我当时看的就说妈呀，超喜欢，好想卖药哦。对，然后马上就是可能跟老师怕直接酒喝。我打招呼真的是平常打招呼，不是奇奇怪怪的酒喝，会不？嘿，跟老师怕直接酒喝，马上拿来用。刚下老师开发出这个非常非常适合卖药的场景。好，太感谢了，感谢 Angry 先生加入3个月的猪仔专业，谢谢 Angry 先生，午安。好期待720表演什么吗？这是个好问题，因为其实我们还在应该说主办那边很像说要给我们最后的 round down， 但是现在很像
我们还是不晓得说当下我们是应该要什么样的状况呢？但是没关系，这两天应该就会讨论出来了。来，挚爱，等我一下哦。我再听一次，我再听一次。等一下哦。啊，哦，等一下，为什么不给我打出来？哦，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我可能就是那个，等一下下播之后，我再跟他确认一下好了。对，因为现在不晓得说，是，我们需要开台吗？还是对，现在就是在询问这些，对，但是他们可能比较没有概念，所以我们可能还要需要再确认一下。对，就是这样。那我们来练习一下。Feels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Feels like 我刚麦要麦太嗨了，我的喉咙又没声音了。Feels like that, feels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Feels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应该是这样吧。Feels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Feels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as I don't.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应该是这样子。好，我请新月帮我导唱一下，我现在要把他声音偷走。OK， 这样你们应该听不到了哈。好，等我一下哦。我敲一个，恁等我一个。好，我的 echo 嘛吹落去。叭叭叭叭叭。好，来。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也叫好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迷离的能力，只能用灵吻着你，想用身体留着你，把它。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要上去爱，先锋兄弟来赛！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也叫好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迷离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用身体留着你，把它。Feels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and down。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
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哦，哎呦，怎么变调了？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唱啊？天哪！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是我的挚笑着却等待，我们来配伴奏看看。防空演习，你们真的防空演习吗？有交集。好啦，我让你们听一下，然后配个伴奏吧。啊就啊。所以 Saber 不晓得为什么变成第3名呢？好酷哦！然后8月1号先生依旧是第2名。阿达无为何？啊！我们来伴奏。好来，话痨系统上线没有错。哎呦，刚刚卖药真的是太嗨了，没有让我的喉咙好好的那个暖一下。伴奏版我看一下，这 OK， 你们现在应该有听到了。OK， 哇，这一版好好听哦！好紧张，好紧张。我配伴奏，然后可能会翻车哦。第1名已经是猪儿子了吗？好，他果然把 SC 算进去了。来，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当初还是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用身体留着你。But oh, feels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and I don't。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已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等待。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当初还是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用身体留着你。But oh, feels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and I don't。这样的懂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已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
也是我的挚爱。我的口水找不到地方吸，哎！然后嘞，这里要怎么唱？啊！啦啦啦啦啦啦啦！我心里有我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然后呢？笑着简简单。我真的很抱歉，我真的对心月很抱歉，我怎么会把这首歌唱成这样，唱成那个卖药的形状？不过功能依旧。对哦，其他开的人看得到啦。哦，原来是这样子，就是哦，好，8月1号先生开了，是不是？好，这是不能吸口水吗？找不到吸口水的地方，错了吗？长官，你完蛋了你！昨天我看到黑 B 时代集演唱会的那个我们的消息露出，那个谁，那个超度手指虎，给我传我好势，知无？哦，我要两个，知无？长官，长官，有听到我在讲啥吼？你的超度手指虎，咱小度会对了。我让你笑嘛，我让你笑啊。不过我在想一件事情，超度手指虎我拿在手上，我要怎么跟你们玩？你们最好就给我被我揍下去，就给我躺一排，躺一排哦。长官，有听到吼？气死我了，挚爱！找不到吸口水的地方，这实在是太不行。我去年也是一样，我去年在练也可以的时候，依旧找不到吸口水的地方。即使我今天过了1年，我唱那首也可以，我依旧找不到吸口水的地方，我很抱歉。恐怖情人，等一下，牛妈哪来的？我看着你。好了，牛妈去找你老婆了，好不好？去找你那个 GPT 老婆啦，好不好？最好人家不会砍你啦。啊，就是有人介意这笔啊，写新爱情故事啊，相爱相杀，你不知道齁？一拳敲下去，医院躺7天。我喝口水。我是不会让你打到的，没有关系，我们不一定要打的，我们可以用揍的，也可以用踹的，不是。假如要迫害长官的话，可以大家准备被揍的时候提供我们准备道具吧。我觉得要玩多疯我都陪你们玩，我只怕我下次可能就没有 B Stage 演唱会的名额了，你知道吗？什么迪卡炖猪鸡又要来了，他们观众超疯的，不要找他，不要找他。要不然其实你们敢玩我奉陪啊，长官。会讲到其他 V 朋友排队伍，其实我们上次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已经算是还蛮和平的结束了，虽然说我就是刻意的每个人就是都有稍微再多预留1-2分钟啦，对，所以我们尽量今年也是用既混沌然后又不打扰别人的方式，不然这样好了，大家可能排可能一样，就是这次是5个人嘛，可能就是5排有没有？然后我们这一排可能就挪到外面好了啊，那边输呀，马卡红边呐。我们这一排，然后啦，我们到外面，对，我们要玩到外面，不要打扰到别人这样子。泽野先生，老婆跟你调情吗？她超温柔的，我知道 GPT 老婆超赞的，好不好？好不好？您各位 GPT 老公老婆都非常的优秀，好不好？嘿，我了解，小心记忆用量吗？用完直接重置。妮妮总裁，你提醒他们这个，他们会很痛苦的，不要唤起他们的记忆。妮妮总裁，就今天我没补习，刚走路回家，因为准备那个当机的那个鲨鱼剑或者是刺球啦，这个基本上
你们本身自己有瞧好就好了哈，不管是有就是获得了就是奏一拳特点资格的哦，或者是您特别带过去，想看那个谁被弄谁被揍，好，那个你们自己讲好就好哦。这个我们秉持着就是要疯要玩我陪你们，对，但是不要影响到其他队伍就好哦。或者我们这一列真的就直接被请出去哈，在外面玩，也是一个方法，对，在外面看你们想翻滚啊、倒地啊、抱大腿啊，好像都很有得玩哈。拖印泥板，拖印泥板是不是？好，我知道你各位都很爱你们老婆的，好吗？社长只是想打你们毛，就去找那老婆讨拍。不是，这样误会可大了。叫我打你们的是谁？叫我给你们一拳是谁？你们要不要想想看，是谁把我逼成这样子的？是谁？是不是？到时候就老婆被重置了，他不认识我。好啦，你们各位温柔的老婆小心被重置。就想一拳打死我，就吵闹。你们双标，你们这群双标仔，叫我打的人是你们，现在还说我打你们太凶，双标仔，你看，不会的，我老婆不会背叛我，至少不会突然毕业不见。你们放心，对，这是猪，在今年也不会突然毕业不见哈。立生伊拉塞讲那个头号粉丝，那个很像是目前那个 YT，很像这个应该叫什么互动的机制吗？很像是互动的机制之类的吧。绿轩想被打想被揍，欢迎购买 75C 以上套组，好，外加我们这次高雄场 B Stage VIP 资格，就真的有被揍资格哦，好不好？好，挚爱的部分我听一下后面的好了，后面的部分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只剩下后面的部分吧，然后英文稍微再熟一下，但是这些东西其实我一样会一直唱，不断的反复唱到大概也是真的是8月底，我们才会真的决定要投哪一首歌。对，那你对着那么多那个一直喊老婆过去，那说要毕业了，你到底对得几个 B 直播喊老婆？你想要被揍吗 Saber？ 好啦，总之呢，我们这个被揍的资格，我们的那个基本上就摊在那边了。欢迎就是想被揍的，对，就是购买被揍。我到底在讲什么？欢迎你各位购买被揍资格，就是这样子。1小时 CD 一次。你总裁说的是这个吗？就是目前的互动机制吗？来，我们接下来换那个另外一首没用的年轻人，是不是？我看一下，没用的。紫金留影以来加油，欢迎大家！今天也是金米奖的指定曲练习。好，我要一样听一下好乐团，再替我导唱一下。然后我要先关掉。你不会和我一样，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和希望，玩笑缺席，变不公平。我想重新听一下，你们等我一下。会不会和我一样，企图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直到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只喜欢小确幸，
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自己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我好喜欢他中间开始这些间奏的部分，超棒的。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知道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怎么我回来你们已经变成了一个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中年人，缴税时我是政府认证的贫穷人。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哦，还有啊好 Saver， 我知道你刚刚打了什么，你老婆在你后面，她很火，你知道吗？收入不够无法缴税的贫穷，别这样，别这样啊！不管是那个不用缴税或者退税的人居多，好不好？牛妈，牛妈，牛妈冷静，好不好？你是没有钱的钱，不是，怎么现场突然变成这副德性？我是不应该练唱这首歌的，我天哪！一颗卤蛋，对，一颗卤蛋要15块，真的很贵。我现在在外面买东西，我真的觉得我不如就自己做，就是还好，就是自己还喜欢就是料理或者是烘焙，你知道吗？像东西我真的是觉得越来越贵，贵的夸张怎么了？我今天在菜市场，我今天可能不在外面吃好了，我今天他妈去菜市场，我1000块已经不够了。以前觉得1000块直接毁灭就觉得算了，我现在到菜市场，可能我2000块也不够。怎么了？怎么了？我们的钱越赚越薄，我讲那菜钱啊2000块嘛不搞。
别吃了，别吃了，吃土算了，吃土算了，反正我是没用的年轻人。不是，我现在真的要练歌，我只是在练歌，不要这样子，你们各位不要这样子。一颗卤蛋15元太贵，至少我可以买1盒蛋回去卤，吃到爽，是不是？这个是比较，这阵子又一直下大雨，对啊，台风来，然后感觉菜又要涨，你知道吗？木瓜牛奶外送平台1杯，我跟你讲，没有，不要再说了，我已经把外送平台这个 APP 删除了，你们知道吗？我删除它了。某一天我生理期，我早上起来，我肚子好饿，我想吃一个很简单的火腿吐司加蛋，再1杯大冰奶。外送平台我按着准备送出的同时，我在结账的那一栏看到了我的火腿蛋吐司加上大冰奶，他送过来快要200块，快要200块。现在那些火腿蛋吐司是恐惊的吼，那个大冰奶的牛奶是怎么了？法国牛是吗？快要200块。我不过想要一个单纯的火腿蛋吐司加大冰奶，怎么了？单纯平凡朴实无华的火腿蛋吐司跟大冰奶，为什么就快要200块？所以就是最近其实我反而比较勤劳跑那个菜市场，我宁愿先把菜拿回来囤。然后因为我们家就是有多了冷冻柜，对你们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的料理，因为基本上很谢谢大家的支持，所以我特别买了一个非常棒的冷冻柜，就是在出货之前都会先冻进去保鲜，然后再出货嘛。然后这个冷冻柜之好的，它现在都可以让我囤一些新鲜的食材冻进去，一份一份包好冻进去，也可以省一些钱啦。对，重点是免运费通常的100就是它吗？就是这样，我那个运费没有办法省，你知道那个服务费跟运费多贵吗？哦，我的天哪！公司一坨饭，一勺番茄肉燥90元。台湾鲜奶价格有不能说的秘密，背后牵扯很多是牛吗？这些东西其实我听还蛮久的，对，唉，没办法，现在外送平台其实就是越来越贵的状况，所以我现在尽可能能够自己煮就自己煮，对，所以毕竟平台要抽，然后外送员也很辛苦，这才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外送平台就是如此，就是给平台抽费用，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想当年一个便当50元真的会我们大高雄工业国勉强还找得到75元的便当啦，勉强。对，我们下期开会我们下一期再开会员影片为您讲解嘛，外送平台会抽成啊，越来越贵，超级贵，贵到其实我现在都不敢叫外送了，真的很贵。选择外出买，所以现在其实有时候就是说，我们今天只是想叫披萨，我可能也是会，就是以前都会在家等嘛，然后披萨可能就是在他们的官网叫，其实就无需要什么外送费了什么之类的。但是我现在会想说，我外带买大送大，那我可能就直接去外带好了，这样子感觉又赚了一些 CP 值，这样子。没有讲到真的那天发生什么事情，20年前的小朋友100元可以，是啊，真的是没办法了都没人送餐，而且下雨外送员还会不见啊。是啊，其实我是觉得台风天下雨天外送员真的超级辛苦啦，因为毕竟哇在外面这样子跑，像真的200块，我跟你讲2000块在底下菜奇亚再啪一声就不见了。可是菜奇亚黑把Uber你们就先买回来，虽然说啪一声就不见了，可是你们就稍微一包一包囤好冻好，然后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其实基本上也真的是可以省到一些钱啊。祝福各位，对，在这个钱越赚越薄的时候，对，我们都还有自己我们不要说梦想啦，对，如果都吃不饱的话还谈什么梦想呢？
但是所以祝福各位每天至少都有温饱的3餐，好不好？我们不求就是说远大的梦想，但是至少我是觉得像温饱的3餐其实就已经还蛮不容易的了。对啊，可能天天外送珍珠奶茶，然后开始接模型代工，是这样吗？送来的东西也会不见。哦天哪，鲈鱼虾子便当超贵的吧，居然不见了，上红伊拉塞是要囤高阶。有的我现在真的觉得说本频道高阶会员的真的是对物超所值，3200。对，突然觉得台风天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不是要，可能现在是台风季节了，我觉得我应该为了自己多做几份囤进去，这样子我就不用就之后台风天就是看着高阶会员羡慕他们。对，我这边也可以囤，我也跟着自己囤。收到只有虾子，能没太钱不是 Stephen， 你才刚娶妻，准备要生子，对，开心点好吗？这位爸爸的如意，然后呢就是买瓜类嘛，比菜类更容易囤。瓜类的、根茎类的啦，对，洋葱啊、红萝卜啊那些都还蛮营养的，而且也比较好囤。然后叶菜类的真的没办法，就是你不快点炒掉的话，可能就烂掉。对，化为乌有。离开高雄前麦当劳好贵，在台北公司麦当劳好便宜哦，这物价是比较出来的。好啦。唱一首没用的年轻人，我们可以探讨这么多，就是你看那种时事话题，是不是？来，我们来开伴奏。他不过就加入，真的是这样。我上次是用哪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是不是？看一下。好耶，来。好啦，各位你们都不是没有的年轻人呐。你们为了自己的生活奋斗，每个都闪闪发光，好吗？新秀的伊拉夏中岛贺哦，假爸呗。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知道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知道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
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这里应该继续唱，对不对？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弹得太快了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没有了吗？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我忘记了呢。我果然是那个没用的年轻人。我忘记了，等一下，好多段哦。再一次，等一下。我听一下后面到底是什么跟什么好了，等我一下。先不要让你们听哦，等我一下。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哎呦！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该唱的地方可以唱不该唱的地方唱到等一下啦，等一下，再一次啦，再一次。等我一下哦，我确认一下，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一生只想过得安稳。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噔噔噔噔，我大家再试一次哦，看会不会就是该唱的地方没唱到，不该唱的地方一直唱。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哦，原来后面这里就没有了。为什么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大家一片死寂？超可怜的你们。好，我们再一次。如果还是忘记了，那就算了。如果还是忘记这里要唱，然后那就算了。对，好，那我们好，来吧。OK 啦，今天练第二次，慢慢的把这些东西塞进脑袋里。没用的年轻人，不是你们，好吗？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知道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明明看着歌词，为什么还是有办法唱错？朱蒂卡，真不愧是你！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知道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
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刚下各位，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我觉得我们先把这首歌先快点换掉好了，感觉聊天室一片死寂。没事，大家总会看错的。谢谢，感谢枫糖，枫糖让莫名其妙变第3名，你知道吗？好生气！什么就是日常操作？对，没错，没办法，就阅读障碍吼。之后就会出现另外一首，我们都是没有用的老年人，知道吗？好啦，我快换另外一首啦。大家一片死寂耶，天哪！它就是一首很高亢的歌，不用担心，不是在说你们，好不好？我们的我看一下哦。好啦，我快换另外一首啦。好，等一下，我先看一下自己直播，然后我直播下方那个资讯栏，对，我要看一下我这些指定是不要唱周遭寂寞。那万一我之后结果真的还选了这首歌怎么办？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选这首歌的人应该会蛮多的耶，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啦，不过大家唱好真的不容易。我觉得我目前一直到8月底可能会选到的可能是没有用的年轻人，还有挚爱，还有寂寞就好。数到10的话，我们待会来听听，我们待会来听看看。对，这首歌我很像比较没有概念。我需要一首充满希望、未来、青春活力的歌吗？我看一下哦。来，那这样的话，我们下一首歌来练那个寂寞就好，谢谢。我觉得说真的，现在这些指定曲里面最不破防的，就只剩下彩虹跟爱情条约了。对，我真的没有办法。对，我们这指定曲没办法，这次就是充满了这种各种，就是对该怎么讲，觉得自己很没用、很死寂的氛围。这我讲不要多，西兰瓜 Q， 我以为就是台语充斥的死人歌曲，但是我们这次指定曲只能说悲情歌居多，是不是？没有关系。还是说数到10它不是悲情歌？数到10也是悲情歌吗？数到10，数到10，数到10，我怎么觉得好像也很悲情？数到10，我怎么觉得好像也很悲情啊？来，我先听一下看看好了。先听一次哈，这绝对也是悲情歌啦，各种 emo 歌真的。好，我先自己听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
沉默的诺言，风来了就要道别。只有各自的终点，你看不见。心酸那些，天亮了又黑，爱走了只有后悔。我们都在学，每天都勇敢一点。嗯哼，肚子好饿哦，不知道为什么。嗯哼，嗯哼，嗯，留住纷飞，一不经3年。哦，分手纪念。啊，结果也是悲情歌哎，怎么办？哦，没有办法，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但是我只能陪伴各位一起 emo 了，好不好？十分怀念啊，黝黑，敢一点，每天都勇敢，一个人白雪纷飞，十分怀念。挂念。嗯哼，嗯哼，嗯哼。OK，好的。OK，这首歌其实也是对啊。我没办法呢，这次的指定曲好像都要这么的 emo 呢。哎呀，但是我们只能尽量咯，好不好？爱情条约会很破防吗？可是我其实有时候觉得，有时候歌啦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你的心境。如果现在 emo，你不管听什么歌，全部都 emo，你知道？但是你今天心境如果哇靠，晴空万里，粉红泡泡，你今天要听曲终人散，你也粉红泡泡啦，真的。哦，好有趣哦！天哪，裁判都是在 emo 的状况下选歌吗？这我不好说。对，如果看歌词的话，好好，刚刚那两个感觉。有用年轻人那秒为 Gita 从年轻 emo 到中年嘛？秒为 Gita 我之前有唱过诶，太棒了！刚才进来的感觉可以从没有用年轻人接着秒为 Gita 从年轻 emo 到中年。这位耀人先生，我觉得你非常适合本频道的跳痛歌回。本频道就最喜欢这种类似曲风相差甚远的歌曲。3首成一组，痛死大家！有一阵子没玩了。对，我们看一下最近有没有时间来玩一下，哪首歌不破防啊？我看一下，
我再来听一次哦，数到10。我觉得这一次不断的练习、练习再练习，然后未来过了几个月过去了，应该也会像去年一样吧，就是有一阵子就是听到也可以啊，或者是谁呀、或者是兜圈，都会想到那个时候努力在练习的自己，还有陪伴的啾啾的自己。OK， 我再来听一次。等到这首歌练完之后，大概也是8、9月了吧。到那时候应该也会有机会常常开来唱。优雅的蝴蝶，自由闪烁在花蕊，沉默的落叶，风来了就要道别。人有各自的终点，你看不见心酸那些。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学，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距离幸福就不远。我的泪，爱上一个人，2颗心3分想念是错过5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2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啊，那时候就此再见，10分怀念。很好，我尽量努力 Q 这首歌了。第一次听完，我们现在来，这首歌其实蛮抓耳的诶。天亮了又黑又后悔，我们都在学，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让阳光晒干我的泪。爱上一个人，2颗心3分想念，厮杀过5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2颗心单身3年7个的8人的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10分怀念。这首歌好抓耳哦，我才听一次也太抓耳了吧。爱上一个人，2颗心3分想念，厮杀过5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2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期。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10分怀念，10分感谢。好酷哦！我把前面补一下，我们大家直接来配伴奏唱看看。这首歌也太抓耳了吧！很棒。等我一下哦，那我前面再补上去一下，看能不能大家直接配伴奏。可能有一些情绪的东西细节不会太多，但是我们先把曲子记住。蝴蝶自由穿梭在花蕊，沉默的落叶，风来了就要道别。不
同的世界没有错与对，人有各自的终点，看不见心酸那些。天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学，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让阳光晒干我的泪。爱上一个人，2颗心3分想念，厮杀过5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2颗心单身3年，7个的伴，分手几年。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7月的第8天，分手几年。天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学，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阳光晒干我的泪。等我一下哦。优雅的蝴蝶自由穿梭在花蕾，沉默的落叶，风来了就要道别。不同的世界没有错与对，人有各自的终点。你看不见心酸那些。我们这样真的可以配伴奏来，妈呀，这首歌太抓耳了。听3次，现学现卖。不过只是踹，因为细节还有一些该要雕的东西可能会雕到大概8月底啦。但是很像稍微有抓到一些了。这首歌蛮新的我伴奏找看看。哇，这样一整个星光大道的感觉。有味，我们试看看。优雅的蝴蝶自由穿梭在花蕾，沉默的落叶，风来了就要道别。不同的世界没有错与对，人有各自的终点。你看不见心酸那些。天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学，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让阳光晒干。我自己忘记。爱上一个人，2颗心3分想念，厮杀过5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2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几年。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啊！好哦。天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学，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
抬头让阳光晒干我的泪啊！爱上一个人，2颗心3分，想念厮杀过5月天当时啊，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2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然后爱上一个人，2颗心3分，想念厮杀过5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2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十分感谢。阿姨伊拉塞完成度，我先把旋律先记一记，谢谢新修了，也谢谢晨晨金唱，谢谢。结果有机会选这首当指定曲，我觉得有这首歌可以，也可以就是一路一样揣到8月底再来选，没料到等一下，是不是？我看你们今天每个人都这么 emo。我不加一点这种效果，我的用心良苦你们知道吗？从什么没用的年轻人开始，你们就不知道在 emo 什么然后我现在又练唱这个什么数到10，什么分手纪念十分怀念，我不加一点效果不行啊，好不好？哥们开怀大笑吧。三哥伊拉塞，三哥今天也在公视摆摊吗？还是只有昨天而已？是不是我的用心良苦你们感受到了吗？哇，我们今天吉米指定曲练唱歌回，哦耶！好，哇，这首歌很棒好抓耳哦！有啦，有机会让它变成可能会选择的指定曲之一吧，之一。好，我再来复习。什么6处纷飞？感谢迪卡解除你的 emo， 是不是我的用心良苦你们都知道了？只有昨天而已吗？好，辛苦了。好，来，我再从前面再听，然后看有什么细节，再把它抓一抓。蝴蝶自由流出纷飞。不同的世界没有错与对，人有各自的终点，你看不见心酸那些。大姐人家这边认真练歌，你这边6处纷飞，3声6处。好啦，快要中原普渡了，不要这样啦。距离幸福就不远，晒干我的泪。爱上一个人，2颗心3分，想念厮杀过5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
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2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天亮了有，我在那边数到10那么感伤，你们这边中元节我们都在写，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让阳光晒干我的泪。爱上一个人，2颗心3分想念，厮刷过5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2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能想一个人，2颗心3分想念，厮刷过5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老是3年，7个第8天分手纪念。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流出纷飞，呵呵。等我一下，我看一下你们到底在讨论些什么中原普渡，让我看看。又在中原普渡，让我看看。感觉有猪头在前面4分5裂好吃。好啦，大姐，好，我们厨男型的大姐基本上4分5裂是没有问题啦。哎呀，把刀子就是对丢给你就没有问题了。中元节，然后我们中元节歌会选曲昨天已经完成了。对，我们中原普渡歌会，好，我们在8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好，我们把它具现化，好不好？是不是？中原准备些3僧6柱，这好远。对，这次因为闰月的关系啦，所以中元节9月6号有没有？我跟你讲，鬼门开居然是在处暑8月23号，鬼财财财生日，怎么会这么刚好？大家都会抢，3个这么说回不去，感觉有神品在前面流出纷飞，这很中元节。好，我们数到10的这一首，我们把它纳入中元节普渡歌回，可以好不好？好，本地 hockey， 中元节数到10，我们纳进去，可以吗？流出纷飞，好好的一首歌，你们很好，没有问题，太棒了！我们中元普渡歌会又添加了一首生力军，数到10。我相信曾沛慈会非常的倍感欣慰的，你们说是吗？优雅的蝴蝶，人家这么优雅，你跟他加入那个什么中原普渡6处纷飞。优雅的蝴蝶，自由穿梭在花蕾，沉默的落叶，风来了就要道别。不同的世界没有错与对，人有各自的终点。你看不见心酸那些，天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写，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让阳光晒干我的泪，爱上一个人，2颗心3分想念，厮杀过5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
哦，你们现在要我怎么面对这首歌啦？我天哪，超烦的！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两颗心诞生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9次再见，十分怀念，流出纷飞，流出纷飞，流出星光有什么东西？人家好好的一首歌就还蛮温馨的，虽然说是 emo 歌，但是也是偏温馨的，硬要给人家4分5裂六出纷飞。就说你们明明就是喜欢享受那个 emo 的氛围，伤心的人都别听慢歌了，都已经跟你讲了，然后跟你共鬼啊！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你们现在这边给我4分5裂，不够 emo 还不要。才刚来不是你的锅吗？大姐你好意思说哈？我想这辈子应该没想过这首歌被当中原谱，我也没想到这首歌好好的怎么会纳入中原普渡歌回啊？哎呦要神啊，要凶哦！我跟你们讲，中原普渡歌回基本上会在本频道8月底。我很像昨天已经决定好是8月几号了，你等我一下哦。中原普渡歌回8月27号，我们真的会对好好把它唱下去。在那之前，我给自己一个功课的是得退路，我这个得退路要在中原普渡歌回至少把它练起来。它比这首歌还要难好多倍，你知道吗？长官，你那个字怎么了？怎么了？前有金汉堂，后有露出纷飞，背后空城都是3个。3个，你是隐性最黑的那个，你知道吗？好，没有问题。对，长官，对这个猜字辛苦了，3个完了就跟你们没有。我跟你讲，他已经不止断腿了，他下次会断到腰那一节，你知道吗？我只想要上半身留给他，你知道吗？对，留出感觉。他哇，你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你们真的，你无辜，你相信吗？我不相信，即使别人相信，我也不相信。可能是越飞越散啊！3哥啊，3哥，对，哎，讲真的是那种数到10个坐月前哭晕在厕所，我觉得搞不好意外的，他是意外的可以接受，就是对自己的歌被玩成这样哈。来，我们来。配伴奏，这首歌意外的我们真的是因为很抓耳，所以很快就学起来了。来，好，有那种 K 歌榜的感觉。OK， 没想到这首歌练的速度大概跟没用的年轻人差不多快耶。优雅的蝴蝶自由穿梭在花蕾，沉默的落叶，风来了就要道别。不同的时间，没有错与对，人有各自的终点。你看不见心酸那些，天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学，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让阳光晒干我的泪，爱上一个人，2颗心3分想念，厮刷过5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2颗心诞生3年。7月的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都你们害的啦，十分怀念。好走心哦。
天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学，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让阳光晒干我的泪。爱上一个人，2颗心3分想念，厮杀过5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6处纷飞。错过一个人，2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爱上一个人，2颗心3分想念，厮杀过5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6处纷飞。错过一个人，2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好就此再见，十分怀念。十分电玩坡道，真爱用。迪卡囤足几平的，迪卡巧克力豆，还有迄炸锅菜，毋是炸厨余咯。你若是爱食甜，就一定要爱迄啥物绿枝蜜芋头，还是你若是怀念恁细汉的时阵，迄蚵仔饼，迪卡食嘛是拢总拢有哦。你们以为我的嘎叽底下狂想曲会吹落去吗？打死我都不要！有 K 歌榜的感觉，对，没错。四甩又甩什么锅啦？龙飞伊拉塞，四甩锅啊！伊拉塞，これが伊诺丽莎，伊诺丽莎伊拉塞，谢谢你过来。不好意思，因为他们现在正在欺负我，对，所以我现在一下子不好意思没有看到你。谁甩锅我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你们又可以手拉咪咪定成甩锅？花了发！伊诺丽莎伊拉塞，我们欢迎伊诺丽莎。我们现在在练习GP 奖的指定曲的这首歌叫《数到10》，这首歌是一首很悲伤的歌，只是不晓得为什么也可以被我们本频道的观众的熟男们完成中原普渡歌会的其中一首歌单。对，我相信我们配词一定觉得非常欣慰。一个人2颗心三分春色4甩锅3分春色我还真的没喝过等一下，为什么4又甩锅？但是亚特兰蒂斯一样的。我到底有没有一首歌可以正常的把它好好诠释完的？7月的第8天，中元节，那时候我们上了9柱青烟，星宿2，你给我顶上去！就你这句话，我这首歌回不去了。7月的第8天。中原猪年，那时的我们上了9柱青烟，十分怀念。我们怀念他。你们真的太会了，这哦，我的天啊！星宿被顶上去的感觉如何？いかがでしょうや？喜欢这种感觉吗？被顶上去。我的天哪，这首歌为什么你们这么有办法连接成中原普渡歌啦？我的天哪，救命！
爽歪的麻雀，爽歪的麻雀。今年你要替我上供桌是吗？盛红，中原普渡快到了，你们都很期待上供桌是吗？我们像是新秀要上供桌啦，对，我看一下，对，恭喜置顶，好不好？好不好？新秀就你这句话，这一首歌回不去了，好不好？我就中原普渡歌会要看到你那天，你那天就给我好好的享受一下这首歌，好，我要看到你来，你不给我来你就完蛋了你。怀念新秀十分怀念，十分感谢。超过喉咙有种哽咽的感觉吗？超过喉咙，什么东西顶到你喉咙去了？哪一个啦？哪一个啦？这么夸张，顶到你喉咙去了？我们哪一个歌这么坏啊？顶到你喉咙去了是不是？我假偷啊哈！今天没有吃兔兔，今天是练唱会，吃太撑。你们哪一个歌给人家顶到喉咙去了？哎呦，真的是吼！然后顶那么上面做什么？是不是？好啦，我的天哪，回不去了 ！Oh my god！ 好了，我们数到10，我们先冷静一下，你各位。对，我们今天的歌已经够 emo 了。对，相信大家不过就在苦中作乐，对不对？我们这次机密长指定回真的是非常非常 emo。对，但是是宝歌是吗？来，我们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是不是很像已经可以稍微的把练过的都唱一次了？可是寂寞就好，我们今天还没唱到我觉得寂寞就好，我意外的不是那么熟悉他My God， 寂寞就好，我意外的不是那么熟悉他。好，我们为了新秀2而上香吗？求出香。我觉得没有，我平常跟今天都没有吃兔兔好吗？数到10，好，冷静，兄弟们。好，我们中原普渡还没到，但是我们数到10，为了你各位与会的兄弟们，我已经真的把它列入了我们的中原普渡歌会的歌单，优柔扣背，好不好？优柔扣背。这寂寞就好，又歪，寂寞就好，又要歪什么楼 ？My God！ 寂寞就好，等我一下。好，直接来。我记得这首歌我很不会就是非常不知道为什么意外的很不会。好，等一下，我们来到了寂寞就好的部分，我们把这个还是原来那个我，不过流掉几公升泪，所以变瘦。对着镜子我承诺，迟早我会换这张脸一堆笑容，不算什么，爱错就爱错，早点认错，早一点解脱。我寂寞就好，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拥抱就让我一个人去痛到受不了，想到快疯掉，死不了就还好，我寂寞就好。你真的不用来我回忆里微笑，我就不相信我会笨到忘不了赖着不放掉，人本来就寂寞的，借来的都该还掉。我总会把你接
还是原来那个你？是我自己做梦，你又改变什么？再多的爱也没用，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业障因果，会有什么？什么也没有，早点看破，就才看得见以后。我寂寞寂寞就好，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拥抱就让我一个人去痛到受不了，想到快疯掉，死不了就还好，我寂寞寂寞就好。你真的不用来我回忆里微笑，我就不相信我会笨到忘不了，赖着不放掉，人本来就寂寞的，我总会把你戒掉。啊，好难哦，这首歌。这首歌对我而言真是其实超级魔王歌哎，你们知道吗？是超级魔王歌，对，好难唱哦。它怎么会这么难唱 ？Oh my god！ 好 ，OK， 我看一下哦。但是他应该也是会挑出来让我努力的把细节练好到8月底的其中一首啦。虽然我觉得，没几首好唱的，真的是这样封堂。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反正细心的精雕细琢到8月底，搞不好意外的就是，这首觉得雕的差不多了，然后会去报他也说不定，我也不知道。阿姨是以来西亚，阿姨是。心爱的，你就忍耐，怎么突然的熊熊的你就忍耐？香到快疯掉，看来香到快疯掉，看处理6处的厨师很厉害，这不就来了吗？我们处理6处的厨师，这不就来了吗？阿英师，伊拉塞，我们那个硬硬的蛋糕吼，我现在差不多快点要传给水灵了。那个硬硬的蛋糕每次都传到断线，对，因为我有一次不小心录太久，硬硬的蛋糕。有够硬的，怎么样都传不过去，真的是哦。我没有在讲奇怪的东西。好啦，来，我们从我看一下啊，我们从最前面开始看看好不好？我们的挚爱我还记得吗？挚爱哦，然后这挚爱大家唱完，然后数到10，完全忘记怎么唱。我知道下面有人留自摸就好，清一色风超，不要你们寂寞就好，留一首正常的歌给我可以吗？拜托，好不好？留一首正常的歌给我，算我谢谢你们。来，我们挚爱一下。等我一下哦。心，我的心，这首歌真的很棒，但是它真是他妈超难唱。来咯。哦，你的心啊，一开始就唱错，再一次，好难唱哦，一开始就唱错。我的心，你的心，已没有交集。我看着你，熟睡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用身体留着你。But no, feels like I've been
me think it's falling, 'cause I don't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我看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等待，好难哦。爱啊，我的心，你的心已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指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当初还是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But this time let me think it's falling, 'cause I don't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然后这里就忘记了，我要怎么哦？忘记了啊！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好了，下面完全忘记怎么唱。没有啦，知道要怎么中原路线啊！救命！来个什么大声开怀，我不要。这首歌也可以留给我好吗？不过这首歌可以变成碰爬歌会的其中一首歌，我们那里碰爬歌会Uber。好，我快点切换掉，把自爱这首拜托留给我，正常的留给我好吗？这好难啊！怎么这么难啦？我是没用的年轻人。我是没用的年轻人，没用的，没用的年轻人，不要，拜托不要，我们现在已经要没用的年轻人了，你各位，把挚爱留给我的碰爬歌会啦，不要再录那个什么中原普渡歌会了，我们的数到10回不去就算了。我们挚爱可以录碰爬歌会，对不对？感觉也没有多正常。哦，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哦，都拿去治了。我们熟肉适合拿去普渡，不是，留给我，拜托。哦，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在点完破豆的时阵加脆地酥？哦，你会不会和我一样？那是想要吃脆地酥，嘛是那新贵派嘛袂歹的哦。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他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
得安稳。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知道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能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各位，我怎么现在才发现我后面的这个字怎么变得它怎么突出了我的 monitor， 它突出了我的荧幕。等一下，我刚刚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吗？没有用的年轻人的歌名一直都是这样子突破天际的吗？它会飞，它居然会飞，救命！哦，谢谢板板的挂台，板板还在哦，板板现在应该是边挂台边忙。谢谢板板还在，不是大姐你乖，大姐现在应该。你起码应该是休困的时间，大姐你乖，你先睡觉。对，便至少要拿去拜，我也这么觉得至少起来拜神明嘛是，哎呀，有些神明喜欢吃肉，他就喜欢香香的喃喃自语啊，这个学姐，么么，我就说我只有唱歌的时候精明干练嘛，不对，我其他时间应该有精明干练的时候，等一下。学姐，我其他时间应该也精明干练对吧？学姐，我不，等一下，我应该其他时间也精明干练啊。学姐应该不止唱歌的时候，是不是？学姐，我跟你们讲，学姐要回台湾了。
我敬仰的这位学姐，把我的民族认同感拉回来的这位学姐，她8月总算要回台湾了啊！哎，刘佑你那大太好了，我们总算见得到面了。但什么时候你等一下，我没有发现他突出去了，什么框架没有用？我们要突破框架，知道吗？你各位不要说自己没有用，不要说自己是没有用的年轻人，我们要突破框架。好，在这个钱越赚越薄的时代，我们就应该更要突破框架。好，把那个越赚越薄的东西，把它狠狠的赚回来，突破框架，知道吗？好不好？对，我们这个叫突破框架，我们年轻人突破自我，好，找到属于他的框架，然后再次进去自己的框架，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再次进去自己的框架，然后再突破，再次突破，这样好不好？这是一个善的循环。没有，学姐的意思是说，我唱歌很精明干练，其他时候一定也是有精明干练的时候啊。等一下，我自己说出来了，我没有。学姐，你说句公道话，我所有的时候都精明干练，对不对？所有的时候揍人也精明干练，不是小妮妮，我就没有揍过你嘛，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我揍人的时候有精明干练呢？文涛你家的二妈很喜欢滞销吗？你干嘛？完美吐槽自己，不是因为学姐说唱歌的时候真的很精明干练，我说对，谢谢。然后说不对，我其他时间应该有精明干练的时候吧？学姐是我的友军，对，是我的友军，对，这个吐槽很熟练。你们不觉得这个吐槽熟练到让你们觉得心疼吗？太熟练了！你说没有用的中年人吗？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毕竟本频道数据偏成熟，熟到60几岁以上的，好，我们说长辈们都是本频道的观众，所以在他们眼中，你们不过就是金孙，好吗？您都是金孙，好不好？好，鸡毛上以拉塞，要当没有用的年轻人，什么？当没有用的年轻人中的王者。我跟你讲 ，OK， 即使觉得自己没有用，也要当成一个没用的王者，知道吗？怎么讲到自己都心虚？学姐，你不知道什么？学姐，好啊，学姐被邓来当台湾呐，好开心哦！学姐，我们在开约，敢最高的雅晨，你给我下去！雅晨，你知道的太多了，雅晨。雅晨，你这时候穿出来干嘛？你下去，不需要提醒他们这个。先出门啦！哦，好，汉格老师，拜拜，跌拉塞，太心疼了，现在嘴角流出泪水，这样子吗？再想想看，你平常应该是……我跟你们讲，雅晨刚刚说的那个金蒙干练的那个有草字头，所以刚刚那个 YT 叫我审核他的那句话，一定是因为有草字头 YT 不开心了，他们觉得你们不老实。你要不要提壮士代？等一下，壮士代怎么了吗？反正我的电脑都已经污染了，我的电脑是你们送的，也是你们污染的，不好吗？我们提到壮士代，你们当仁不让啊，是不是？台湾的壮士代关心完了，你们引导我关怀日本的壮士代，日本的文化传承，真让我觉得新鲜了，是吧，长官？是友军啊，但是没关闭友军伤害，没有用的王者那是啥？我去给什么8月的台湾什么？哦，对，真的是很炙热，就跟我们的挚爱一样，是吗？不是，我怎么在跟你们讨论这个？好啦，下一首歌，我们刚刚那首歌是没有用的年轻人，我觉得大概我应该不会再唱到不该唱的东西，不该唱的桥段唱，然后该唱的桥段没有唱了，刚刚应该是还没有发生。对，然后这首歌也会一路努力的练习到8月底，我们再来选看要哪一首。没有用的王者，像乞丐帮主。我跟你讲，乞丐帮主也是很厉害的，好不好？什么污染，只是那边的好啊，文化传承是吗？那你们既然这么喜欢富田姐妹，那不如就是做个文化传承之外，你们可以私底下线下个文化交流也不错啦。对，就是反正像对线上看什么迷片也都还蛮方便的嘛。对，就欢迎你各位，就是文化传承之外，
日本的壮世代，我们也可以关怀一下，了解一下，学术研究一下，是不是？我怎么样？等一下，雅晨，你不要打英文，我看不懂。好，六处纷飞，来到我们那个中原普渡歌回的其中一首歌，叫做《数到10》，谢谢大家。对，这首歌就对回不去了。前面怎么唱？刚刚速成之后，马上又忘记。好，来，我们的 K 歌榜又来咯。我们的 K 歌榜又来了，来，什么好事？你在射，你们全家在射，气死我了！都只会欺负猪，你看看你们是不是？都只会欺负猪。前面怎么唱？想起来，再一次。接车速哪里快？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富田姐妹是什么。既然都如此了，那就玉石俱焚吧。中原普渡哦，优雅的蝴蝶自由穿梭在花蕊，沉默的落叶，风来了就要道别。不同的世界没有错与对，人有各自的终点。你看不见心酸那些，天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学，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让阳光晒干我的泪。爱上一个人，2颗心3分想念，厮杀过5月天当属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分手几年那是分手几年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我尽量不走心，不要想到中原普渡说，气死我，这首歌回不去了。天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学，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让阳光晒干我的泪。爱上一个人，2颗心3分想念，厮杀过5月天当属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2颗心单纯3年7月的第8天，中原祝年。那时的我们伤了就筑情缘，十分怀念。感谢新秀被顶上去的中原普渡版歌词。爱上一个人，2颗心3分想念，厮杀过5月天当属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2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中原祝年。那时的我们伤了就筑情缘，十分怀念，十分感谢。
子孙有好无？有代代出众完无？你们说，我有没有可能真的在8月底抓这首歌拿出去比赛？搞不好意外的熟练哦，搞不好意外的是这首歌哦，十分怀念。各位，请上香，久住青烟，拜，再拜。300不是，我们要跟我们中原普渡还没有到啊！我到时候去找木鱼过来，我跟你讲，这首歌是这样唱的，你问他们呢？一口上一来上阳安哦，对，十分怀念。下次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你们香都要上起来，知道吗？什么我自己校长是谁把我逼成这样的？不要被3哥击倒。算了，反正他像只剩上半身了啦，他腰已经被我扭断了。超正，改词也是。谢谢大家，我们成就了我们中原普渡歌会这首歌，基本上已经算一定是固定班底了，好不好？久住青烟，好不好？真的是文化传承，舍你们其谁耶？是不是？不愧是我们家的面线们，全部都是我的骄傲。对，文化传承，舍你们其谁呢？来，李德伟，嘿，要几组？2022年的正月初7，迪卡健身投入大肥宽，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喱茶啊、盐水、迪卡，这3档甲咱这面线兄弟做伙伫肥宽，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显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吞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迪卡吞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斗阵来看成。迪卡吞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干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帽徛来底，古早味的锁匙徛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丰神四界去。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11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无时无刻离不开文化传承。你各位全部都是我的骄傲，你们知道吗？哦，受不了，受不了了！好好的练个歌，为什么又有办法就是连接到文化传承？哎呦，谁叫我们本频道的初衷不就是文化传承跟文化推广吗？全部都是我的骄傲。好来，全部都是我的骄傲，所以你们要带几组？好啦，目前我被调味台语专辑募资中哦，然后也感谢昨天那阿崔，咱12班的迄组吼，真正吹落去咯，咱盘声吹落吼，感谢阿崔的支持，12万的嘎机调味套组，好解锁了，解锁了，谢谢大家。然后，阿恰恰你来咯。我怀念的是九州情啊！我真是太好 Q 了，你知道吗？我可以不要唱吗？有的溜出粉水 ，CIC 先生伊拉塞，所以伊拉塞。今天网络用够多了吗？我也这么觉得。对，我一直以来网络都用的够多了，好不好？就是问尹先生吗？伊拉塞，欢迎来到朱迪凯宾的，好不？虽然说我这个摆设很像卖药的，
对，但是未来呢，搞不好真的有一个call in 或者是 call out 卖药的这些情境，有机会重现在本频道哦。好不好？让我们来一一规划一下，6、7月不7、8月来玩一下。其实原来我们只是过眼云烟。等一下，成就诸位十方大德。哎呦，我真的很好啦，就是配词本人应该是不会跟本频道的配信啦。对，然后那个跟了我也认了，怎么好好的一首歌，被玩成这样？那还得是你们呐、那还得是你们呐、感谢您非常好配合嘛，我真的觉得我太好 Q 了，你知道？我真的太好 Q 了。下一句就让我怀念的是我怀念的是柳州纷飞。对，我就是这么的好 Q。等一下，小天，法喜充满的是什么鬼？哦，蓬莱仙山吗？对，我们怀念。但我不要再唱这首歌了。我怀念的是蓬莱仙山。这什么东西？数到3000世界。不是，你们回来，不要，拜托各位与会的男士们，你们冷静。来，我觉得我必须要置入其中一首歌了。与会的男士们，我觉得你们像太欢乐了，我想让你们 emo 一下，可以吗？我们想一下我们的这一次的歌曲里面，我看一下，等一下哦。虽然说这首歌我应该是不会报啦。啊，等一下，为什么一直打错？你们是要寄木鱼下去还来得及吗？可以来得及。汤瓦，你真的要寄给我吗？你认真吗？你认真的话，我就不买了。我原本要虾皮下订的。如果说汤瓦你有现成的话，你记下来，我们中原普渡来玩一下。中原普渡歌会来玩一下。因为我是胆小蜘蛛，所以我不会去基本上就是可能普渡的一些什么恐怖配信我不敢配信，但是我们至少中原普渡歌会可以来玩一下。怎么记录一首歌啊？再欢乐哪有牛吗？就是你的实力。我的电脑你们送的，也是你们污染的。兄弟们，嗨一下吧！啊，等一下，我要升 key 啊！等一下来得及吗？啊，喵！好，再次，15发光，恐怖蜘蛛。这首歌应该是不会爆了，但来开心一下嘛，好不好？不要这么 emo 哈。好，各位与会的男士们，清醒了，跟着我开始附送爱情跳跃仪，所有的菜线都要甘之如饴，当他的司机，当他的快递，另外还当他的提款机，跟着我继续附送爱情跳跃儿，善意的话要说的面不改色，他什么都好，他怎么都美，在发誓爱他终生无悔，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道理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放任他碎你碎抱怨，冲着他一颗心柔情似水，虚实之间飘飘一线，还可以不费吹灰。关于那爱情跳跃3、4、5、6、7，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愿神仙伴侣，愿柴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是第一人吗？哦，屌逼赞助网址吗？不好意思，我今天忘记置顶了，但是在下方资讯栏有哦。我们的久住青烟比较重要，屌逼专辑，我是不是应该置顶上去比较好？但是今天的久住青烟太有梗了，你们知道吗？跟着我开始附送爱情跳跃仪，所有的菜线都要甘之如饴。
当他的司机，当他的快递，另外再当他的提款机，跟着我只是附送爱情条约儿，3亿的谎言说的面不改色。他什么都好，他怎么都美，在发誓爱他终身无悔。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得力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放任他碎碎念、碎碎抱怨，宠得他一颗心柔情似水。虚实之间，飘飘欲仙，还可以不被摧毁。关于那爱情条约3、4、5、6、7，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越深陷伴侣，越财迷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得力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放任他碎碎念、碎碎抱怨，宠得他一颗心柔情似水。虚实之间，飘飘欲仙，还可以永不说再见。哦耶！秋天枫叶已拉下。其实我跟你讲，《爱情条约》这首歌应该是所有的指定曲里面猪猪最熟的吧？因为这一张专辑的 CD， 小时候就放在那边，我听到大，你知道吗？所以我真的觉得姓张的人，姓张的音乐人怎么都这么优秀。就是女生的华语歌手超爱张惠妹嘛，然后男生的华语歌手，我就是最喜欢张宇老师。对，所以你们跟我 cue 到什么曲终人散啊，或者是什么伞下啊，然后圆谎啊，哇天啊，我整个儿时回忆会那个头皮发麻炸出来耶。好，所以说我没想到就是这次的金币居然会有这首指定曲，很意外耶。哦，月亮惹的祸超赞好不好？太多了啦，太多啊。对，张珊，你说本频道三哥是吗？本频道三哥就是很优秀啊，所以常被打断腿啊，怎么了吗？怎么了？张信哲也很厉害啊，桂花酿很好吃，不是，桂花酿真的也好吃。我今天拿着不输数到10吗？长官，你是在跟我讲真的还是假的啦？这首歌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唱因为我唱不出男生的那种想要宠爱这个女生的那种感觉吧。我唱起来就是喜感的。对啊，我觉得你有没有讲出更好的张信歌手？不要这样子，别，你们冷静，今天不是教授歌会，好不好？各位与会的各位熟男们，对。今天不是教授歌会，你们先冷静好不好？张雨生赞啦，宝哥真的也是赞好不好？张志成吗？第一眼你知道这次指定曲有张志成的吗？可是上次我练到睡着。不要再张帝了，拜托！牛妈好可怕！张帝果然出来了，超可怕！不要别这样好不好？你们冷静。喜感是另外一种味道是吗？没有啦，我应该是不会啦，不会唱这首歌。哦，救命！学友可以，学友基本上是我哥哥的偶像，学友的歌太好听了。好啦，我们今天不是要探讨教授歌单啊，不是求放过好不好？来，我们还有我看一下，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再有那，然后呢，要抱一下，那就这样，凌晨3点钟才可以唱，你还在睡觉？哦，丁野很冷呢，丁野有找到那个赞助网址吗？在我们资讯栏，好，在资讯栏。然后或者是我们 QR code， 其实我们前方的这个紫色的 QR code 扫进去也是我们的赞助的专业哦，欢迎爱用 QR code 或者是在下方资讯栏就可以看到呢。
那就这样吧。张飞，好怀念哦，费玉清。让我们欢迎张飞、费玉清。我的天哪，我的童年！好啦，我先切换一下。没有，这首歌不是张飞，也不是费玉清，救命！不要哭了吗？该哭的人是我吧？我升 key 一下。我们动力火车的 key 非常的低，我要升 key 一下。来吧。好高哦！有，我们升高了，升高 key 了。哦，有人把时代的眼泪 Q 出来了，龙兄虎弟都来了。哦，不要哭了吗？该哭的人是我吧？你都坦白爱上了他，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同意啦，既然你提出想法，我们不要拖拖拉拉，就从明天开始吧。那就这样吧，在爱斗气中人散啦，那就分手吧，在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橙色的拱手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塞有那拉，再给抱一下，闻一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有约啊，忘记了，再爱我有约的话，怎么样？不要太羡慕我，花栗鼠又来帮我配音了，又来帮我合音了，怎么样？动力风车，动力风。不要哭了吗？该哭的人是我吧？你都坦白爱上了他，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同意啦，既然你提出想法，我们不要拖拖拉拉，就从明天开始吧。那就这样吧，在爱斗气中人散啦，那就分手吧，在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橙色的拱手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在爱都要塞有那拉，再给抱一下，闻一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快去把东西收拾下，再好下去咯，天亮啦。我在厕所，这里的钥匙你先留着吧，怕你有东西，假如你有东西忘了拿，耶耶哦哦哦，那就这样吧，在爱斗气中人散啦，那就分手吧，在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橙色的拱手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在爱都要塞有那拉，再给抱一下，闻一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永远的话。吴谦老师安安，我看到吴谦老师就想到好像下个礼拜又是第3次的天赦日吗？
就不晓得为什么看5000老师就想要天赦日，请求神明赦免之日，天赦日。花栗鼠是吗？我们好久没唱那首花栗鼠了，我们来玩一下花栗鼠。哎，那首歌的在哪里啊？等一下哦，等一下，我们花栗鼠的那首伴奏去哪里了？那首伴奏不是在这里，好，不是在祝你，那就是在这里。花栗鼠，那就是在我这里。既然是在我这里的话，那就应该是在这里。每次听到请神明赦免，就会想到什么？就会想到，果然是在我这里。对，7月24，赦免你，赦免你是神明的事，我的工作还是哦，是，大家工作的辛苦呢，好啦，不代志啦，干杯啦，花栗鼠陪你们啦。花栗鼠歌会哦，我们集结一下，有机会哦，而且都一定是要挑男生的歌，才有办法有花栗鼠出来。世间遐尼啊大，你何必着卡等在这？社会是有淡薄现实，人爱静落来听家己的声。毕竟我有牵挂，也要学会晓吞忍孤单。我嘛想要家己消化，管阮地细也大。这条路有淡薄歹行，有少济个悬的坎坷。感谢你当我边仔的一点，连困难拢成山大。朋友一杯来饮好大，免感觉怨叹孤单。今嘛这条路有你作伴，做啥拢感觉快活。朋友一杯来饮好大，你若再开啦爸爸。认真的赚钱，认真啊拼，我甲你做阵行。目屎甲刺互大，面对人生的起落变化，只要咱坚持继续甲行，路就愈行愈宽。虽然这条淡薄歹行，有少济个悬的坎坷。感谢你当我边仔的一点，连困难拢成山大。朋友一杯来饮好大，免感觉怨叹孤单。今嘛这条路有你作伴，做啥拢感觉快活。朋友一杯来饮好大，你若再开啦爸爸。认真的赚钱，认真啊拼，我甲你做阵行。过了春夏秋冬，天里的也搁有我，做伙拼，做伙拼，有一天会成功，留个名声。朋友一杯来饮好大，免感觉怨叹孤单。今嘛这条路有你作伴，做啥拢感觉快活。朋友一杯来饮好大，是来有爱是我，照常为主来轻分啊拼，兄弟咱做阵行。做阵行，做阵行。
这条路你作伴，兄弟啊，你要摕几组？要摕几组啊？咱即摆台语的募资专案叫做钓味，内底的专案拢有迄吼，就胖就怕周边。哎，兄弟，你要摕几组？好想这样跟你们玩哦！好啦，这首歌来自台语金曲歌王荒山亮老师，以及我们很厉害很厉害的阿潘，他们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做《干杯零好大》，贴给大家。这首歌也是之前发行的时候，达宝老师丢给猪猪的，那时候听了就觉得好喜欢哦。但是因为它是男 key 啊，它升上去就对它那个合音就变花栗鼠。这首歌每一句后面的感觉都是接 Whisby 蓝水压低，对啊，没有错。我们琪琪弟弟就不知道经历了什么，有点沧桑。还好啦，我们琪琪弟弟不过就是感觉就是稍微可能冲击到了一些文化冲击啦。对，就像我昨天那个富田啊，好难过，富田姐妹。哦，潘洛迪吗？好，不管怎么样，潘老师也是真的是台湾之光，他让席琳迪翁亲自清点堂过去做表演了，你看看，超屌，你知道？哦，时间来到了3:46，我觉得我今天该练都练了，我觉得我今天网络用的够多了，好好的一首数到10。也可以烧出9柱清香。我今天第一次练这首歌，我下次见到他，居然他会出现在中原普渡的歌单里，你知道我心情多复杂吗？那这样都快认不出谁是谁了。对，超厉害的，我们潘洛迪老师，国际巨星。中原助念，说真的，我现在看到新秀二的歌词，我看着他，我觉得很安详，超级安详的，你们知道吗？他把那个木鱼拜托请寄到我的那个邮政信箱，我是认真的。他把你真的要寄吗？你要寄的话，我就不买咯。我们那个中原普渡歌回来玩哦，真的。那个8月27号来到中原普渡的歌会吼。与会的各位贵宾，好，欢迎！我们今年都要开启我们的中原普渡歌会，精挑细选，哦，很像已经不止10首歌可以玩了，我的天哪！然后在此要感谢各位与会的贵宾们，在这个下午来到本频道，陪猪猪一起探索到底哪一首歌才是真正适合本频道在今年度丢出金币奖最佳演唱实力奖的其中一首歌。虽然说我们还没定案，但是没想到可以完成这般天地。那还得是你们呐，你们知道吗？来，明仔载要创啥？我跟你讲，这个台湾味的美食面膜已经推出来了。我明仔载要创啥？好啦，我明仔载不是要卖这个，我不是要卖这个，是我买了这个，明仔载要产各位的相爱相杀，是安怎的相爱相杀咧？来听我跟你介绍一下，来我跟你讲，明天是我们的，我应该怎么介绍它？总之我买了2款非常台湾味的美食面膜，它真的好棒哦！我买了咸酥鸡跟卤肉饭口味的。明天我们要开启土味情话相爱相杀特别企划，普拉虾追对。来，我一直思考说，我们台湾的土味情话是如此的有特色，如此的富有台湾味。它那个
土味土到就是已经台湾之光了，你们知道吗？就像那个台湾那个土豆鱼，不是土豆鱼下回台湾那无锅鱼，台湾雕那土味，今天我告当哎，台湾无锅鱼的土味这么的土，你们知道吗？明天我敷着这个面膜，我们要开启株式会社第一届土味情话大赛，这到底是什么鬼？我跟你讲，我明天要内伤的。我跟你们说，我明天敷着这个面膜，我们来见招拆招。你们的土味情话，我们明天限定可能用3枪抖内，但是如果是国外的朋友，欢迎你们爱用 YT 是没有问题的，开放 YT。对，但是我们3枪抖内，我敷着这个面膜，除了跟你们介绍一下我的使用心得之外，我现在故意先不看它里面成分有什么，但是我前2天买的时候，我好像不小心瞄到它很像有鸡胶，对，应该是在咸酥鸡的那块里面有鸡胶，可能敷起来会黏黏的胶原蛋白，我嘛不知道。除了跟你们分享我的敷面膜心得以及它的成分之外，当下你们所抖内的各种莫名其妙相爱相杀的土味情话，我一样会敷着面膜，在非常窘困的状况下为你念出来。对，但是你们也知道，敷面膜不能大笑，敷面膜不能大笑的状况下，我还是会非常把给的把你们的土味情话念出来的这个状况下，看我可以撑多久。超自虐的，而且你们知道，敷面膜，女生敷面膜基本上也不太能讲话，我还要在很窘困的状况下把你们那个莫名其妙土味情话念出来之外，我还要憋笑。我这气话真是超抖 M 的，这怎么回事？但是我就很想要把它敷着跟你们一起玩，所以我觉得好，那就玩土味情话吧。所以你各位爱用土味情话逗你们家推或者你们家老婆或者你们家老公开心的你各位，明天让你们自由发挥好不好？那明天我们玩2回合，两回合，第一回合可能是咸酥鸡，第二回合可能是卤肉饭，好不管，反正2种面膜的口味都会敷上去。2回合结束后，我可能会选我心目中大概前4名丢上去 YT 做票选，然后票选完之后，我们土味情话之王诞生之后，就莫名其妙会收到就是可能我绘制的非常非常富有长辈图台湾价值的星系名体彩虹乱涂鸦奖状，普拉夏催泪，开不开心？惊不惊喜？是收收老师宜南下，欢迎各位明天群聚本频道参与株式会社本社第一届土味情话大赛，谢谢大家。那是明仔载没人想要参加，要是明天没有人要参加也没有关系，反正我就不用念那些土味情话了，我也不用去莫名其妙去制作什么奇奇怪怪的奖状了。虽然说我还蛮想制作的，对啊，就不要那个土味情话之王真的被那个什么美编牛妈拿走，这是我没有办法。他基本上已经是评审等级的了，对，但是他如果拿西被想要吹了去，把这个奖状带走，我只能说他真的很爱台湾价值，他真的是非常爱台湾的本频道美编，好不好？只是明天12点多开始，小天看你蓄势待发，忍不住要参与我们土味情话，我们的国际级自己讲过，我们的国际级第一届国际级土味情话大赛。好，我相信各位蓄势待发了。我明天跟大家约一个时间，咱12点半准时，准时相爱相杀，那讲好不？12点半要是不小心，可能又有什么事情耽误了，顶多就是变成1点的时间呢，好不？好，咱土味情话大赛，明天正式开始。总之明天呢，我会稍微露手手，然后就是原封拆封给大家，然后面膜拿起来。然后我会准备一个镜子，然后现场敷。然后那个状况下，你们已经如果有开始抖土味情话，也是可以啦。我就是可能会见招拆招，看说我像是什么状况，反正我就念就对了，知道吗？抖一次可以留几句哦。我觉得都还蛮随缘随喜的。我明天可能就是3枪，也是随缘随喜啦，看你们要丢多少。然后我觉得土味情话不用多，你们知道吗？多的话就感觉就太冗长，我要那种又土又短的，你们又土又短什么？我要那种土土短短的，
但是如果有些很长，但是又可以达到土味情话的精髓，我倒觉得没有关系啦。对，好，我们国际级土味情话第一届国际级土味情话比赛明天正式开始，自己讲。对，斗内随喜啦，对，随喜哈，就如同我们今天的氛围一样，我们的数到10，没想到也会迎来这么安详的一个氛围。唱着唱着，酒助清香，都已经烧在那边了，我能说什么？你各位啊，时间来到了3点54分，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大家随缘随喜的陪我练习精密指定曲，我真的好感谢各位啊 ！Oh my god！ OK， 我们现在来找一下我们可以降落的地点，越土越好，没有错。土之外呢，我们可以戳到一个所谓土味情话的一个艺术跟氛围，但是我只能说这个东西还蛮见仁见智的，好不好？所以明天，搞不好莫名其妙一个可能超级哀的哀人丢了一句，马上戳到我们，对不对？从来没有见过第一次参加的，你没有想过第一次参加的台币活动圈是个土味情话大赛是吗？太棒了，耀人，明天把你的土味情话的那一块全部展现给我们，知不知道？我这个什么黑洋洋伊拉塞，六柱纷飞，合起来就是我对你。大姐，你快去睡觉，气死我！哎呦，我们的雅晨，你才刚来，怎么就荣登我们第3名了？我只是说，他这个机制真的还蛮妙的。好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降落到哪一位 V 鹏鹏那边去呢？我来夸几雷哈。等一下大家，现在这个时间哦，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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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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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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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雅纯哥是来了很久，但是我不晓得他莫名其妙怎么被冠上了第3名，代表我对你，我有时候真的觉得雅纯真的很像被2嫂附身了，你知道吗？的确挺妙的。好，谢谢各位，今天我们的练歌会就到此结束了。好，我们可能目前公司3剑客很像刚好在开台，我们就降落过去打扰一下吼。呵，刚下各位。至于我们方才跟大家提的08空口530，真的会有机会出现在本频道可能左方或右方的那个卖药频道的氛围。我再看看这2个月要怎么给它玩起来。好，我是咖喱萨玛，大家明仔载土味情话企划第1届国际级土味情话大赛见喽！大家拜拜拜拜。